依照高雄局上午伫议会专案报告所提出的捷运路网，经过交通部初步审查，除了原本优先的南线、绿线甲红线有部分修正，也有连接沙仑甲南科的青绿线，以及南科经过安南区到市区的黄线，拢列入优先兴建范围。对此，议员林义莹的质疑变愈做愈大，还了经费到底伫倒？我们是把饼越做越大，那当然议会这边一定会担心说，那经费的部分，还有就是这东西做下去，就是你真的是头洗一半，你也不可能说中间又再不做，所以说这个规划上真的是不可不谨慎。当然有议员质疑捷运的饼愈做愈大，不过有议员肯定高雄局的捷运规划眼光，就是爱看远，将闸门区到南科进行连接。期待带动地方发展。说这个路线能够提早规划，就整个嘉里区、麻豆区到南科区，那我想这个地方对于未来通车族上班的人员会更加便捷哈。那我想还是要首先还去考虑到它的宽度。其实这在我们关城刚好下面有路是刮掉，20米应该很好找得到20米的地方，那可以解决晚的地方，也可以解决上班族通勤的目的。我想，我们应该要从嘉里、麻豆，然后跟善化、新市这边做一个快速的连结。在这个规划里面，道路是一个条件之一而已。当然，细部要走什么路，还是要到综合规划才会比较可研跟综合规划比较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想，谢谢议座的这个说明。我想，未来我们不管是画在优先，还是画在未来的这个远期路网，我们一定会是循序渐进。那它的前面一定是先有公车的服务的公共运输系统先起来之后，有人搭公车，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把这个公车再升级成捷运系统。那所以，如果现在有公车急迫需要，我们就会先用公车的方式来做服务。另外，敢若规划在10档以上的台南捷运，目前总共有14条牵连路网，除了无明确路名，后面将无啥。加上选定车站位置等重要性，议员一并要求所进度甲资讯一定要上网，互全民拢知。现在的民生道路走向如何，完全一般的民众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去清楚的很了解了，因为你没有整体的规划路线出来啊。所以民众他想了解他未来，因为这条路虽然未来这个规划10年以后才会看得到，但是大家很期待在规划的时候。对我甚至对台南市的未来怎么去有什么一个定位，我想先了解，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就是很明确的一个就是我在网络上面很明确的规划图给他们啊。跟你说报告，目前还在做整体路网的这个规划，所以它大概画出的是一个方向性。好，那每一条路线接下来还需要再跟中央争取经费来进行可行性研究。在可行性研究的时候，才会去找到它比较明确、比较适当可以走的道路。那目前这个路网里面大概就是一个方向性，那当然会初步抓大概是走哪一条路，可是那个还不是定案，那要到可行性研究的时候才会进一步的确定。捷运规划了多年，到底第一条捷运当时会当完成？局长表示，目前南线也就是眼眶到桂林关闭进度上紧。综合规划大约年底完成，上紧5档内完成细部计划甲发包，大约伫119年到120年会当完工。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